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过去，尤其甲巫术、甲宗教信仰较有牵连一寡台语的用词。这拢毋是干那表面上咧讲即句话话意，阁有伊背后另外表示的意涵。搁种安尼咧讲啥？头一句咱来讲家蛇石啊，啥做家蛇石啊？搁种咧讲甲巫术、甲宗教信仰有牵连。煞毋知影讲有的人出现较无卡路，经济较有限的，咱要拜一个神明，还是讲要采一个祖先神主牌啊咧？用个顶伫咧壁的一个台啊，这两支角啊插对壁面去，迄叫做家蛇石啊，就是讲顶伫咧壁顶的不公刀啊，就对啊。当然，拢细细折啊尔，是毋是因为细细折啊，咱甲称呼做家蛇石啊？我毋知呢。毋过吼，这项物件，嗰种头拄我咧讲，顶伫咧半空中，顶伫咧壁顶即款的拜神明的不公刀啊，敢若一个名词叫做家蛇石啊。台语敢若即款讲法的，咱都毋知。当然啦。有的神真凶哦，虽然讲刚开始是细间的厝用家蛇石来顶到尾啊，有的开工都会哦。讲到开工，道家有一句话讲叫做文必胜，这就爱牵连讲，因为有的人过去农村社会，那当到辛苦病痛，还是人生遭遇困难，就爱去问神明，请神明指示。有一个孪生脣遐用笔伫咧画，毋过伊写出来迄汉奸人看无哦，就爱边啊一个唱声脣遐斗看。斗看讲神明咧指示啥？哦，即阵神你辛苦病痛，甲你开哦，下甲青旗咧，青旗2钱，搁当归1钱，真甘下呢。边一个笔声，安尼才甲抄出来。安尼叫做孪生唱声甲笔声3才。毋知即句文笔声，就是讲咱去问神明时，咧写字替神明服务迄款的角色。过来啦，咱嘛知影讲咧请示神明的时，有当初啊，伊会甲咱指示讲，你这毋是真正辛苦病痛，毋是找医生，你这是去冲犯着无主家神。讲到即句无主家神。搁将去查日本时代大日大书典，伊解说讲，就是已经无人咧敬拜祖先的神灵。若以目前的社会来应用，即句讲较土地的，搁种头拄我有讲，今日含你探讨，拢是过去甲巫术有牵连的台语的用词，毋是干那表面讲的话尔，背后拢有另外一个用意。即句无主家神，目前社会的应用，讲较土地的，就是讲冲犯着孤魂野鬼啦。即个话。甲你互相探讨，研究一个台湾民间信仰的学问、甲知识，各有伊艺术内涵的所在。